行政院伫今年4月推动边境地权条例修法草案，限制包括着讲这个新建案的预备处签约了后，禁止转卖等5大措施。不过立法院到大陆也未排审。今日基主团体含这条约立委做会召开记者会，呼吁立法院应该要赶紧来修法，莫互人认为讲这压制处价是伫化解。抑制投机炒作，紧速修法通过。紧速修法通过。压制插棒行政院第4月杀边境地权条例，不过立法院伫顶会期并无排审。基主权团体即届联同条约立委开记者会，呼吁接落来新会期国会应该要尽速处理，莫互人认为是咧做戏。行政院版的这个讯息通过了以后，那么这个交易量跟交易价格等等都少了30%以上，因为法律还没有通过，所以所谓的这个逃亡潮继续在逃，继续在转售，所以这个交易量相对的就在提高，达到20几%的这个量。基主权团体用数据表示，遗售处若袂当转手，就会当压制投资客手尾。不过修法一直无完成，未出咧加暗示爱加速插底线换约。不过因为接落来新会期是预算会期，就惊阁无机会排审，因要求爱加边境地权条例修正案列为优先排审。我们不希望又再看到是一个执政党行政院推的一个修法的法案，结果被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来去背锅。行政院提出边境地权条例修法草案，包括限制遗售处换约转卖、管制司法人买厝等等，总共5项。基主团体认为，政府袂当干那放风声，就要更加坚定正视基主政绩。记者伫甲不后开台北采访报道。